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在國語裡面講接雨水，在閩南語裡面就要說新雨水，這個新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一開始我們來看教育部怎麼寫，這個字讀作行，是動詞，接受、承接的意思。寫這個字有道理嗎？咱來看說文解字安怎寫，風也、收也，在正文內底寫下載上也。在字內底寫假也，因為有這個文獻，所以產生一寡共義連詞，奉承、承受、繼承，都是這樣來的。所以這個字意思正確，沒問題。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字的音怎麼讀。在中古韻書裡面有記錄，這個字要讀作行，第五調的行，甲猴共一個聲調。怎麼會這樣呢？是安怎咱會該讀作行？是不是這個音不對？首先，我們先來討論一個非常基本的觀念。有人說語言3000年不變，小張說別鬧了，怎麼可能？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個現象，稱之為懶音。這個懶音在網絡上有非常多的資料可以查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到底什麼是懶音。我們現在就來舉例說明。從行到行就是一種懶音的表現。這個行的發音，然都要小可縮一下。行就沒這個問題，會較簡單，較好發音。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說明嗎？當然嘛有。這個字的標準音都愛讀作慶，但是咱攏讀作慶，吃慶飯蛋裡的慶。這個字的標準音愛讀作輕，但是咱攏讀作輕，不離輕重，輕聲細碎，攏用這字輕。過來，稱呼的稱，嘛會使講頭家稱2斤仔牛肉給我，嘛是用這字稱。過來，這個字讀作應。應公廟仔的應，嘛有人講應喙應字，嘛是用這字應。這幾字都是常用字，所以講什麼人敢講閩南語3000年不變？其實變化比你想的還大。可是不是今天的主題，小張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就好。像這個字要讀作經，直接跳過懶音的經，我們讀作經。這個字怎麼使用？後一集咱來討論。我們回來討論主題，這個字確實可以讀作行。在教育部的網站裡面也是記錄這個音，正文內底寫下載上也，所以國語裡面的接雨水，在閩南語內底都愛寫新雨水，都是用這個字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和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